继续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针对着开放中国观光客来进行着讨论。民进党的立委苏卡辉等人提出着临时提案，意外来引发着热烈的战火。因为国民党的总调鲍坤基要求提案的用词要甲中国改做大陆，甲咱国改做台湾。民进党的立委郑不满讲这是自我 A 化，苏卡辉嘛大大来口说，安尼敢讲？ 中国国民党嘛爱改做大陆国民党。你说写中国，伊叫你写大陆啊！哦，也不可以写我国限航区啊。立委看提案的内容上几步，才知影到底是倒一个部分，互国民党的立委感觉无对同。立院内政委员会昨昏处理临时提案，伫咧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调鲍坤基的带领之下，那也要求立院就要改提案中的文字，互立院是真倒弹。在带领17个委员去中国朝圣之后，不但要到的东西少得可怜。 没想到回来台湾的国会，竟然在委员会当起了中国的传声筒。我们的立法委员，这样子的这个做法，可能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感到不可置信。政府的公文书里面，要如何来形容对岸，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了，传统应该大家都来尊重才对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唔敢相信国民党要求甲中国2字改作大陆，甲5国改作台湾，互立院是真不满。就连正前几项法案拢甲国民党徛共边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，伊嘛安尼讲。 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他在纠结于在这些字义上面，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。请尽快把你的党章所谓台独条款，现在可以积极的来推动。只要民进党有种，赶快来做。大人在讲话，我想民进党这些枝枝节节这些喽啰们不要再对大人的讲话来攻击。那也反击所有决议拢是照宪法，国较卖讲最后提案的内容，民进党嘛拢同意。不过消息一出是互正人骂，嘛有网友甲 Google 地图顶悬国民党伫咧新北中和的党部名称改做大陆国民党部，是毋是自我 A 化？人民的心中自有判断。即马为着提案的用词，搁再引起着热烈双方的战火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